这个祝公子来者不善，出手就是1000两。对呀，恐怕有些来头，咱们不可轻易相动。那你的意思？咱权且忍一忍，把杨姑娘先让给他，也好让杨姑娘替我们探探她的底。对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怎么样？好办法，好办法。果不其然呐，几杯酒下肚过后，这丽春院的头牌杨姑娘就开始摸我的底细。公子，与我再喝一杯。多谢杨姑娘。公子啊，刚才看你出手豪阔，小女子有心攀附，不知公子家里做何买卖？也是盐商吗？你是瞧不起我吗？原来祝公子也是官宦子弟啊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家非官也非商，只是拥有一座桥，靠收取过桥费为业。坐地生财，不劳而获，锦衣玉食，富可敌国。这小小盐商怎能与我相提并论？真是可笑，可笑。公子真是生财有道啊。这苏州城啊，就只有那么一座桥，进去出来都要走这儿，从这儿过。就像你，这丽春院就你一个头牌，别的都是胭脂俗粉，怎能与你相比呢？啊？公子真会说笑。道上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啊！但他们还是要对我一试。来，再饮一杯。他就在上面，别硬来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们只是想探探他的底而已。喝一个，你就是祝枝山？在下正是。哪来的小混混敢跟我们抢女人？你也不看看这扬州是谁的地盘？哎呦喂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他们硬要来，我拦也拦不住啊。各有各的道，青楼就有青楼的规矩。这银子我出了，杨姑娘就得跟我，你们二位有什么不服啊？1000两而已，你当我们哥俩出不起吗？敢不敢再跟我们比？要比就比点真功夫，我们来划拳。不敢了吧？请赐教。哥俩好啊，四季财呀，六六顺呐，四季财呀，六六顺呐，六六顺呐，四季财呀，五魁首啊，五魁首啊，六六顺呐，九星啊！袁相公，你输了。服不服啊？我们不服，不服，比骰子。来呀！好啊！请下注，请。大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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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赢了。嘿嘿，还要比什么？无话可说。再来啊！等等，接着比。下一轮，请妈妈出马。我和他比什么？比口才。妈妈，我们顶你。喵！
个龟儿子，二流子，阴阳烂钩子，砍倒他的背石子，把你扔到茅坑里，茅坑都秃了；把你扔到阴沟里，阴沟都翻江倒海了。舅舅不疼，姥姥不爱，我脸欠抽，右脸欠踹，驴见驴踢，猪见猪踩，人见人打，恨不得一巴掌把你打到墙上，抠都抠不下来。老妈子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不应该出口成脏。你应该跟我讲道理。如果你想跟我讲道理，我一定听你讲。你和我讲道理，如果你不说，就认为你不想和我讲道理。但是我还是想和你讲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应该是讲道理，讲道理还是讲道理呢？服了吧？我本以为大功告成了。没想到半路上出了点岔子，小弟我差点儿没回来。幸亏我祝某人行走江湖这几十年没有白费，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，佩服佩服，真是奇才呀！床在这边呢，周公子。二爷，你起来看看来，二爷。哎呀，真没想到祝兄竟然有如此奇遇啊！跟这个老鸨比起来，我家娘子还是非常可爱的嘛。祝兄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哎，但我这番话说出去之后，这丽春院里的盐商全无踪影了呀。难道他们去了苏州？去苏州干嘛呀？知我者不唬也。盐商最想做的是什么？让自己手里的钱生钱。听我这番话过后，必定要去苏州现场勘察一番。待他们看到宁王赚了钱，必定眼红。据我估算，不出5日，他们必定在苏州修桥。祝兄，其实我真的很想相信你，但是，我说服不了我自己。公子，公子，哎呀，公子，安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可算是找到你们了。公子，我来接您回家呀。怎么了？您快回苏州看看吧，这家从扬州来了6个大盐商啊，要在咱们苏州修桥啊。现在连阿猫阿狗都要修桥了，去，告诉知府，让他给我摆平他们。去，王爷，搞定容易，可是有点贵。有多贵啊？不是，这最近知府又娶了一房小妾，咱不能空着手去吧？那就去账房，值500两，给他吧。哎，遵命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给我停下！都停下！有什么吩咐啊？谁让你们在这乱扔石头了？我这不是乱扔石头，我这是修桥啊！修桥？你想修就修啊？经过知府大人同意了吗？这还得经过知府大人同意啊。这不废话吗？别的地方老子管不着，在苏州地面上就得经过知府大人同意，不知道？就是，这上哪说理去啊？没地儿说理，都别动，抓起来！都停下！一夜之间，6座在建桥梁全部被知府勒令停工。那肯定是收了宁王钱了。那倒无所谓，宁王有钱，盐商更有钱，盐商还得贿赂知府呢。只怕宁王势大，知府不敢违拗于他。即便盐商想行贿，知府也未必敢收啊。文兄啊，这不用担心。宁王虽然势大，但苏州城里有势力的不单指他一个人。只要看那华太师到底站在哪边了。这华太师怎么可能站在咱们这边呢？当然会，不可能的嘛。那就要看你，还有你们家徐红了。我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去，下去，拔一颗去。我偷啊！公子，我没做过贼。这话说的好像我做过似的。去，真偷啊！快去！拔完了，拔完了。啊！
人呢？没人。你大点声喊出来啊！偷菜啦！挑大的偷，再不来还偷！全偷光！拿那个大的！怎样？竟敢跑这儿来偷菜？知道这是谁家的庄园吗？知道，华太师的。知道你还敢来？我们是宁王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附近方圆10里都被我们宁王买下来了。少说大话！用不了10天，这块地包括你，都是我们宁王的。到时候我就是你们顶头上司。你要是怕的话，现在跪下给我磕个头，我就饶了你啊！磕头啊！我打！别跑！这样子偷菜，公子你还跑？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不好了？昨儿乡下来了2个宁王府的家丁，不但偷东西，还十分的放肆。他们扬言10日之内，宁王定要强买您的庄园。啊！老爷，您的祖坟可都在这庄园里头啊！这还了得啊！这，楚祥，老爷，忍一忍，再忍一忍。不，我忍无可忍了！别叫！你要面见宁王啊？我要见知府。怎么样啊？那件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哎呀，华太师，你让那6个盐商在本城修桥，怎么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可宁王他不会答应啊！怎么？那宁王修得了桥，别人就修不得吗？哎，都修得，只是宁王千岁。你拿了宁王多少银两？我没有，什么意思啊？老夫谪居苏州多年，对你的为官之道颇知一二。当年你修文昌阁的时候，你不要取笑我了吧？还有秦李2家械斗的案子，你从当中……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嘛！好，不方便说嘛，我们就不说了嘛。哎呀，老夫现在是治世归田，说话没人肯听了。我在京城为官多年，官拜太师，也就是在6部里有一些个门徒，在这个东厂呢，也就是和曹公公啊没事下棋喝茶，交情很一般。在锦衣卫，我也就是认识那么几个指挥使，跟首府李大人也就是儿女亲家关系啊。可是现在穷途末路，说话没人肯听了。哎呦，老太师，你严重了，非是下官不把您放在眼里呀，实在是宁王要我这么办理，您华太师要我这么办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以我多年为官的经验，当一件事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那就秉公办事。如果有人查下来，也不会抓到你的把柄。告辞了。老爷，师爷求见。啊！哎呀，知府大人呐，那些盐商的石桥怎么又开工了呀？啊，竟有这样的事啊！嘿，简直是不把本官放在眼里啊！赶紧的！哎，来人呐！哎，在，给我备驾。是，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恭喜恭喜！各位公子啊，这个是小弟的名帖，各位1人1个啊，以后你们过桥啊，一律免费。多谢。哎呀，吴相公啊，你怎么偷偷摸摸的开工了？也不通知我，怎么看不起本官吗？您昨天晚上不是说临时匆忙，忘了通知知府大人了。待此桥落成之时，一定请知府大人过来剪彩。这差不多呀，你只要通知我，我一定前来啊。你怎么同意他们修桥啊？哎呀，修桥是好事嘛。对呀，是好事啊，好事
可是王爷做过了嘛。哎呀，好事不能让王爷一个人做绝了呀，给大家做做呀，你说是不是呀？哎，对。那边啊，还有一座桥梁开工了，我得去慰问了啊。失陪，走慢点，辛苦辛苦啊！你什么呀？你这是，来，哎，姐夫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个人没有啊？姐夫，现在不比以前了，这条河上又建了好几座新桥，这人流就分散了。那也不应该一个人没有啊。咱们那桥离城门最近了。姐夫啊，刚建的那几座新桥，人家搞优惠，前10天免费过桥，人家不要钱，人家那里免费，咱们这里要钱，人家会过吗？他们免费，那咱们也免费，都免费，不白干了。免费，不免费没人在这过呀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好，我跟王爷汇报，说报仇，雷人说要10年。哎，姐夫，姐夫，老吴，老吴啊，今天是过桥收费的头一天，我那桥上一个人都没有啊。不瞒你说，我这里也是一个人没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派人去打探了。老爷，小的已经打听明白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说。宁王的4仙桥从今天开始10天内过桥免费。他们在这儿等着咱呢。不行，我们得找他谈谈了。行，走。既然大家都同意休战，我看这样，从今以后啊，咱们7座桥的过桥费就统一定为1人1次5000银子。啊？如果没有异议，请大家在上面签字。姐夫，姐夫，起来，姐夫，不好了，咱们的桥又没人走了啊？为什么呀？他们那些桥也找人备货了？那倒没有，他们直接降价了。啊？什么？这是违反协议的。是啊。他们直接降价，你不找他们，你找我做甚呢？啊！哎呀，你快去！哎呀，当初说好的啊，每人每次5000银子，你们为何擅自降价？我们没有降价，还是5000银子。那怎么过桥的人都说你这里是4000银子？那是他们误会了。我们以前过桥送韭菜，现在不送韭菜了，我们直接送钱，返现金优惠。以前收桥费还是5000银子，等过桥之后再返给他1000。你这不是变相的降价吗？是啊，有些人脑子不灵光，说是变相降价，其实我们没降，我们只不过是返现金优惠。好，算你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吴兄，这价钱不是都定好了吗？你怎么还降价呢？他们的桥离城门近，是进出城的最佳选择。我不降价，没生意做啊。那你的桥比我的桥离城门口更近，你降价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要不你也降点儿？只能如此了。好啊，他们想玩，咱们就跟他玩到底。他们返1000，咱们返1钱2分5。你返2000，我就返3000。哎，别呀，你返3000，我就得返4000，返4000银子。那我这过路费就剩1000银子了，咱们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？没办法，不降价连吆喝都赚不着啊。那咱这图的是什么呀？就图个坚持，看谁死在最后。请问2位就是吴相公跟袁相公吗？对对，有何见教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家唐公子请2位吃酒。哎，去。敢问2位仁兄，最近的生意如何？
不瞒两位，所收的银两刚够给乔丁发工钱的。既然如此，哎呀，还不如把守桥的家丁全部裁掉吧。没有守桥的，我们怎么收钱呢？哎，那就别收钱了呗，把这桥还给苏州老百姓。哎，还给苏州百姓，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？那你们现在不也是白忙活一场吗？现在收入刚刚相抵，但是长此下去，恐怕会入不敷出啊。若是论离城门距离来说的话，你们肯定敌不过宁王修的4弦桥，同等价钱，肯定是他们的划算些。若是你们降价的话，宁王也会跟着降，到时候你们还赚不到钱。所以说，壮士断臂，正当其时，得赶快下决定。哎，我们修桥花了巨款，这想起来心有不甘呐。我看你们可以以桥的名字在苏州城里面开店，百姓感谢你们还桥于民的恩德，一定会处处照顾你们的生意啊。那就先谢谢二位了啊！客气客气，来，干！难道就这么把桥还给苏州百姓了？暂且先免费几日，看看形势再做定夺。反正桥是我们的，我们想重新收钱，还不是我们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恭喜！仁兄，你们这是？哎呀，我等呢，感谢两位还桥于民的义举，所以连夜雕凿了一块石碑给你们。祝某不才撰写了碑文，由唐某亲自书写。文某撰书碑额，小弟篆刻而已。哎，这二位捐资修桥、归还于民的英雄事迹，全都写在上面了。你们这不是陷我于？哎，我们别无他意，只是为了你的义举，所以想树碑立传。来人，在立碑。是。哎呦，太开心了哈，扇子都掉了。太开心了哈！好啊，真是好事啊，真大好人呐！再也不用交好，王爷呀，您现在收费也收到费，不收费也收不到费，不如不收费，还可以减少点人工费。可是这座桥浪费了很多钱呐！哎呀，早收回来了。您要是觉得实在亏的话，咱们可以花钱活动一下京城的大小官员，四处传说您还桥于民的义举，在皇上面前博得一个贤德之名。来，哎呀，这，了，胜于无，只好这样了。只好这样了。你大胆！我掐死你！王爷告辞。掐死你都不多余啊！哎，老板，今天菠菜多少钱一斤啊？5文钱。5文钱一斤啊？5文钱1捆。那么便宜啊！来，谢谢老板啊！哎，慢走啊！又香又甜的海棠糕了，姑娘来一个。这点心怎么卖啊？10文钱一个。哦，10文一个。秋香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刚去你府上拜访，看门的人却说，不是说不要见面了吗？你怎么还来纠缠？那是因为当时不愿意你被冤枉，害你受牵连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，你还是不懂。是我愚笨，我真的不懂。你能活着回来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真的。况且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替我们华府谢谢您了。哎，不用客气。
从今往后，您还是那个才高8斗的唐谢元，我呢，区区画府上的一个小小丫鬟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秋香姐，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还唐谢元呢，连这点都不懂。我是说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我心里没有你。哎，秋香姐，秋香姐，等等！哎呀，我的酒壶，不长眼啊你！你赔我酒壶！小七哥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现在这桥都免费了，没有人坐我的船。你有没有4两银子？又借钱呐？不是借钱，是跟你讨债的。我何时欠过你钱？问得好。哎，你前些日子失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都以为你死掉了。我那个秋香姐跑过来跟我借了4两银子，说是什么要给你买纸钱，给你烧画，啊，到现在都没有还钱。她不还我，我只有问你要了。哎，等等，小七哥，你刚才说秋香姐为什么跟你借？买纸钱给你烧画呀。还说心里没我啊？心里没我，为何给我烧纸？骗不了我。哎，秋香姐，哎，我说师爷，哎，不是说过，要在朝廷之中，活动大小官员，在皇帝老子的面前美言几句，弄个贤德的名声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那个皇帝老子怎么还没有降旨来表彰我呢？王爷，可能是您的名声太好了，连皇上都不知道怎么奖赏你好了，所以就慢了。王爷，王爷，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哪儿来的什么喜呀？钦差到了，让您赶紧接旨啊！宁王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在大内近日颇闻宁王捐资修桥之义举，大小成功，皆言尔之贤德。朕以为百官贤德所图者，无非加官进爵，然尔贵为王爵，位极人臣，官无可加，爵无可进，而妄自夸说贤德，意欲何为？卓尔5日内上奏回话，钦此。谢万岁！请。皇帝老儿已对本王生疑，看来本王还是得造反呐。对呀，都是他逼的。这次啊，你不想当皇帝都不成了。没错，不是我一定要造反，只是我逼不得已。哎呀，王爷，想造反就必须得有炮啊。对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重新造炮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了。哎，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，万死不辞。哎呀，哎，你放给我，放给我，你宽限几日嘛？给我打！好，把他拖到远远的地方打。是，我怕见血。你起这打！哎呀，别呀！慢着！哎呦喂，这不是堂堂宁王府的事业吗？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？
啊，你这老相好，你说我是救还是不救啊？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可问不到我。哎，老妈子，你为何这么不给情面啊？我还不给情面，这个混账啊，在我那儿吃喝玩乐1月有余，连1两银子都看不见，迫不得已我才给他点教训的。不会吧？你可长长眼，这可是堂堂宁王府里面的师爷，那可是花街柳巷的魁首，出手大方，他还能欠您钱，谁信呢？欠您多少？总共200两，还有欠条呢。200两银子，我这儿有，这儿有300两，您甭还了，就当我替他还的。哎呦，祝公子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！那这欠条我就撕了。别介，这欠条给我。哎，老妈子，您先里头忙着去。好，走。走吧，走吧。秦师爷，别着急走啊！我这是给您帮急。哎，您现在什么最急呀？不挨打最急，是不是啊？这钱呢，您还是得还的。您要是不还的话呢，我还是得找人随时随地的打您，也许还得找您拿东西来抵押。这忙不是白帮的。谢过周公子啊。不用谢，2天还清。啊？哎，你怎么也逼那么急呀？逼你逼得急，我才爽啊！你想想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你这2个月挥金如土，花天酒地，霸占李花魁长达半个月之久。你说，你不记得这件事儿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啊！周公子啊，既然您喜欢李花魁，我也喜欢李花魁，咱们怎么也算同好啊？既是同好，那就明天还。周公子，你要是逼人太甚，索性我赖账不还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那我就去宁王府跟宁王好好聊一聊，看看你是怎么样挥金如土、花天酒地的。想必他也想知道这钱是从哪儿来的。千万别，周公子，那就快点还钱，10分的利呀！我真的没有啊！真的没有没关系，那只要你依我2件事，我就不再逼你了。说啥事儿？站那么高装大爷呀！打今儿个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看见我跟李花魁在一起，你就要当着我的面给我请安。我给你请安。是可杀不可辱。宁王府喝茶去。别，我作业，我给你作业。来，还有第2件事。说。又这么高？哎，那么矮，我怎么说啊？够不着。高点儿。最高了，得掌握平衡啊！这第2件事呢，就是听说这宁王府里面得了一方古砚，你得想办法帮我给它弄出来。不是，那方古砚我怕我弄不出来呀。200两银子，10分利。我人倒霉，放个屁都砸自己的后脚跟。哎呦喂！顺儿，哎，姐夫，这半夜3更的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，平时王爷写字用的还是那方端砚吧？是啊，今天上午还用着嘞。好啊，又打起那端砚的主意来了。不，你得帮我。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可以不把你跟王爷小妾私通的事说出去。
姐夫，你可别乱说啊！你要敢乱说，我就把你在外面沾花惹草、泡妞的事告诉我姐姐，弄顶绿帽子给你戴了，信不信？你去说，跟你姐说去吧。你说了，我又不会死。如果这事儿我跟王爷说，你会死。姐夫帮，哪能不帮呢？哎呀，这把衣服穿上。3更的，来书房干什么？我们是，我抓老鼠。哎呀，老鼠在哪儿？啊，对，刚才我们看到，抓住他，打死他。好，老鼠呢？老鼠在哪里？快，这边没有。老鼠在哪儿呢？啊，这边啊，到那边找一找，快快。这边也没有啊，找到没有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那边，快打！我看见了，在哪里呀？怎么又没了？打呀，打死他！快，在那里，快，打呀！跑出去了，快，追呀！绸缎嘞，卖绸缎，正宗的湖州绸缎。哎，冯小七，你别给我耍花样啊！你不是还我钱吗？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别急，看我手段。卖绸缎嘞，卖绸缎。小七哥，这怎么卖？8两银子。哎呦，便宜哦。哎，小七哥，您留步，小七哥，您还没给钱呢。不是我不付钱，是怕你找不开。那没关系，多少钱我都找得开。哦，万一你找不开怎么办？我若找不开，这笔券便送给你了。啊，来找。找不开对不对？谢啦。哎，慢着，我找得开。俩人呢？来了。找的钱。干什么？七哥，你流血了！他们不找钱还打人！哇，打人啊！好啊，我也打人！打死他们！你们干嘛打我？打你！不给钱是吧？等一下！哎呦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啊？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打脸呀？好啊！臭小子，不还钱是吧？不还钱我就打你！不许打人！你谁啊？啊？他欠我钱，当然要打他。哎呦，不许打人！好啊，呸，挡横是吧？呀！打呀！别打我！不许打人！哎呦，快走！敢问大侠高姓大名？在这人就拼命一个冯小七，给您道谢了。小七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谁啊？我是傻九啊。
傻球？哎呦，傻老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长见识了。哥，我饿。饿？没问题，放心吧。来，请你吃好吃的。好。走。来了。哎，来了，周公子啊，您看看。这就是那方古砚啊！啊，哎呀，正经的老坑料，你看那手感。不对呀，怎么不对呀？您看看，正经的老坑料啊！您看这好几个石眼呢，这都是后年的。你看看这后面几款后雕的。那你看这雕工，新活。那你再看看这包浆，哎呦，这茶水泡的。哎，那你看这盒子，这总不能是假的吧？哎呦，这盒子还真是老货。可是你这砚台是新的呀。您这最离谱的是，听听这动静啊，那生如破瓦，哪来的罄如钟声啊？这是赝品，拿去换真的。哎呀，这是真的，就是真的呀！上一代老宁王留下来，据说是价值连城啊！老宁王留下的啊！来，我跟你说，近点儿啊！哎，看来这祖上这眼神就不怎么地，赶紧还钱吧！啊，去，快去快回，快去快回！到底真的假的呀？砚倒是古砚，只是用的狠了点，伤了品相。是吗？你卖多少钱啊？至少1000两。1000两啊！您这砚恐怕卖不了这么多钱，顶多100两。300两。300两。王老板，王老板，唐上次寄放在您这里的那幅画可有卖掉？哦，卖掉了啊，一共600两。哦。哎，您收好，谢谢。这方端砚是要卖的吗？对呀。唐公子，我已经讲到300两了。哦。王老板眼光果然不错，就是出手低了一点。没事，废话一句，不用理我的啊。告辞了，告辞。师爷，你这是？师爷，货卖有缘人，你跟他无缘，减上。对。唐公子，唐公子啊，怎么了，师爷？我一看你呀，货卖有缘人，货卖有缘人呐，我卖给您吧。王老板呢？他刚才出300，我也出300。那怎么行啊？最少400两。怎么卖我还贵？那谁让您懂得它的价值呢？400两。不行，300。300我就卖给王老板了。那400卖给我吧。400就400，但我说的是砚的价钱啊，可不包括这木匣子。那还分开卖？那当然了。多少钱？至少这个数60两，那就460吗？可以。不，我说的是600两。好，600。拿好了啊。这布要不要一块啊？稍微加一点，送给你。自己留着吧。师爷，里面请。公子，师爷求见。是吗？跟他说有钱进来，没钱滚蛋。
是呀，有失远迎啊。您带钱了吗？要是没带的话，磕个响头回去吧。哎呦，真对不住，我有钱了。欠条呢？还真有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能问一下这怎么来的吗？啊，还是那方老段砚，您不是不要吗？嘿，我碰到一个识货的买主，600两银子买走了。600两银子，谁他妈不长眼啊？哎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你的结拜兄弟唐伯虎。告辞。哎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不对呀！哎，完了！我晚来了一步啊，文贤弟，您别看了，那方砚台是假的。祝兄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这个砚台我是本来要抵账的，结果谁知道你半路杀出来，花了600两银子把它给买去了。哎呦，都怨我呀！怨你什么呀又？哎呀，这方砚台里里外外算起来50两银子，可你花了600两银子买走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花300两银子给我，多少能弥补一下你的损失。哎，祝兄大可不必如此，就是买贵了吗？我也认赔，不需要你来心疼。你要不再看看，这可是老坑料。哎呀，这老坑的料哪有那么多眼呢？哎，祝兄你说的对，老坑料的确有较少的实眼，一旦有的话，那可是上品呐。不是，你没听到那声音吗？啊，声如破瓦，哪有什么金玉之声啊？哎呀，祝兄，你又说对了。这砚的声音的确如木如瓦，但是这如木如瓦的声音正是老坑料的特征啊。反而那些声如金玉的，实质不够细腻，都不是上品呐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了不得呀！你又肿巴了？看这4个转字，哎，看，4个转字怎么了？读出来。有河南。快点儿！徐贤弟，考验你文采的时候到了。来，快！认识吗？德有灵堂。恭喜你答对了。那你们知道这德有灵堂的来历是什么吗？哦，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语出自《论语·里仁》。没了。就这么简单啊？哦。哎呀，看来3位仁兄啊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德有灵堂的来历是这样的：苏东坡先生被贬惠州的时候呢，他在白鹤泉住屋20间，名他的书房为思无邪宅，名他的客厅为德有灵堂啊。而且你看啊，这上面有绍圣的字样。绍圣乃是宋哲宗的年号，绍圣2年呢，就是苏东坡先生被贬惠州的日子。哎，谢谢各位。文兄的意思是，这是一款东坡砚，是苏东坡先生用过的端砚呐。哎呀，宝物啊，宝物啊，那可要小心呐，我得把它收起来了。哎，不是，唐贤弟，这砚台虽然是你花600两弄过来的。可这个砚我是第一个经手人，要不这样，我出700两银子，你把它让给我。行，你有什么资格啊？这个砚台我是第一发现者，我800两转给我，好吧？唐兄，这个东坡砚我第一个，他甭管什么者啊，1000两银子让给我，怎么样？好，1000两啊。那么，既然3位都想要的话，这可难办了啊！你们说，
这东坡宴我只有一方，给了一个就得罪2个，得不偿失啊。说的也是。那要不这样吧，给谁不给谁，堂兄你来定夺吧。我决定了，这东坡宴呢，我谁都不给，我自己留。不是你这就得罪了3个兄弟嘛？3个都得罪，就等于没有得罪了。我就自己留着。哎，各位自便啊，我先把它藏起来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猛虎啊！怎么？哎呀，还要拿铜矿片呢？可这苏州城附近并不产铜啊。产不产铜不要紧，有没有铜也不要紧，只要我们炸铜矿就好啦。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那就多谢大哥了，多谢大哥。不要客气，谁让咱们是20多年的生死弟兄呢？来干了，干了。有个扬州盐商出价5000两，要我东坡宴。待会儿，祝公子来了，你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弄到手。弄到手，知道了，妈妈。哎，祝公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慢慢聊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哎，关门。哎，好，慢慢聊，慢慢聊啊，公子。娘子，南珠。哎呀，这南珠啊。哦，不喜欢是吧？没问题，立马给你来对金钗。金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那就来对玉镯。每日里除了玉镯、金钗就是金银珠宝，你也不嫌俗啊？哟，娘子什么时候变得雅起来了？我一贯都是雅的，只是你把我看得庸俗了。哦，那我之前送的金银珠宝你不也收了吗？那是我不与你一般计较。哦，这好办，雅是吧？立马给你作画一幅，来，文房四宝。不雅。来，给你做首诗。不雅。那什么才算雅呀？我听说前日唐伯虎得了一东坡宴。怎么了？我就想要那东坡宴啊！这也太雅了吧！那你别管，你就说你弄不弄得到手吧。弄不到就算了。别，娘子请坐。哎，说实话，其实我正为这东坡宴发愁呢。本来这方宴应该是我的，可现如今，哎，既然你说了，行，我一定弄到这东坡宴。哎，朱公子，来，吃个水果。不喜欢啊？那这样，来个橘子。哎呀，我给你剥。你就是我的小橘子，我来剥。走。贤弟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你一定得帮帮我。帮不了。要不这样，如果要是你答应的话，我愿意拿松风阁诗跟你换。祝兄，你说的可是黄山谷的真迹松风阁诗？正是。哎，等等，那个不是徐祯卿家祖传的吗？对，我就是用徐贤弟家祖传的松风阁诗跟你换，反正苏黄一家的你也不吃亏，是不是？亏倒是不亏，但是你怎么可以拿别人家的东西来跟我交换呢？这你就甭管了，我随便编个全谱给他骗啊，不，就给他换过来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朱兄啊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交换，但是我真的是很为难啊，是不是？你说都是兄弟，给谁不给谁啊？啊？哎，除非这样，除非怎样？
除非你能说服文许两位仁兄不跟你来争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哎呀，真好吃。不来争。前2天去了趟，还是肥死你啊！你看你这样子，我这几天一桩买卖都没有做成。有这么个兄弟跟着，没做成也很正常啊。哥，哎呀，不要吵，在谈东西了。小七哥，你得赶紧把他甩掉啊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每一次把他甩掉了，他都可以自己回来。你说我要怎么办？你说呀。我当然有办法，只不过，你得，哎呀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差什么？哥，你不会听话啊你？要多少钱？至少得2两。好，就给你2两。好，你先把2两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连我讲的话都不信了是不是？薛小宝，好，有长进，先说出来听听看，我看值不值。这甩人的主意，我可不能先告诉你。哎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个搂钱的主意。说来听听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我要尿尿。你想尿就尿嘛。尿完了。喵，多吃一点啊。喵，喵。我的好姐姐，你怎么又来啦？借我200两。你可真敢说啊！200两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没有啊。那我去掉198两，2两就好。我谢谢您了，我1两也没有啊。哎呀，我的好姐姐，算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行行好吧。那好吧，你自己找。如果你在屋里找出1分钱，全部都是你的。哎呀，你这不是见死不救吗？我现在很着急出门，不跟你说了。如果你渴了，自己倒茶喝。钱呢，是1分没有。喂。哎呀，阿黄，来，哦，我带你去找女朋友啊！哎，乖，哦，好乖。公子，冯小七在外面拍门，指明要见您。说我不在。是。老鼠乖，把门开，快点开！我要找唐公子啊！唐公子出门了，不在家。不在，那我在这里等好了。嘿，这俩人人影都没有，还是我快啊！哎，小七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唐公子回来。我要把这只猫卖给他。你卖猫给他？只卖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？你这猫可不值哎。谁说的？哎，这个可是我秋香姐的猫。啊！有小七哥，把这猫卖给我吧！啊，朱兄，卖给我！10两，朱兄！哎呀，怎么都……等等啊！有钱吗你？哎，拿着10两银子，我没有。哎，来，给我10两银子。哎，
借钱买猫，是不是？哎，把猫然后送给伯虎兄弟，是不是？哎，让伯虎兄弟和秋香姐以猫相会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然后伯虎兄弟一高兴就把东坡雁送给你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不是，我其实是特别想要这只猫，这样的话可以去除鼠患，并不是基于那东坡雁。你信吗？有这好心？哎，你们刚刚说用猫换什么？哎呀，东坡雁就是啊。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不行，快说。不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啊。就是哦，现在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好啊，这猫老子不卖了。别，这个东坡雁呢，其实就是东坡先生用过的一个雁，也就是一块石头罢了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是说这么多，东坡先生他知道是谁吗？那不就是前朝的大文人苏东坡吗？这你都知道啊？哎，那你知道东坡先生最得意的一部佳作是哪一部吗？啊，东坡肉，对了吧？没文化，真可怕。也对，东坡肉也对。那难道你对砚台也感兴趣吗？我只对钱感兴趣。怎么样？啊，喵喵，你们到底要不要买我呀？10两银子是吧？那个10两，借可以，我得入股。入股？这一只猫2个主人啊？什么2个？我也要入股啊！一只猫3个主人，这怎么行啊？这不行啊！到底要不要买？10两银子啊，3个人每个人就是3两3钱3厘3。哎呀，这怎么分呢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多拿一点，我出4两，你们一个人出3两，你们还少拿一点。那不行啊，你这不成了大股东了吗？到时候分宴的时候你又有说辞了。那好吧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那这样，小七哥，要不你便宜1两，我们买这只猫9两，我们一人3两嘛，就便宜点嘛，可不可以啊？哎，可以。哦，不可以，不减是吧？不减。好，要不这样，小七哥，再加2两，一共12两银子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一人出4两。好主意。拿来啊！还等什么？看什么看？拿银子！快！哎呀，唐贤弟，以后你就借还猫之名和秋香姐见面，这就叫做以猫会秋香啊！真的是感谢各位仁兄的美意，小弟感激不尽。那这东坡雁，哎呀，那只猫既然是大家合股买的，大家持股又相当，这给谁不给谁，实在是让小弟好生为难啊！哎，看来只能我继续忍着痛，谁也不给了。哎，闹了半天白忙活一场啊！那总比他一个人买去好吧？即便我们得不着东坡雁，能成就一件美事也是好的嘛！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吧？那诸位我就不送了啊，告辞。告辞。哎，走，慢走了啊！贤弟祝许这东坡雁应该给我。为何？以猫会秋香的主意是我出的呀。但这只猫是你们一起买的呀，而且机会只有1次，是吧？行，我再给你出个主意。只要你这么办，不光会1次，就是会100次都没有问题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多，只要这个方法能让我和秋香姐会10次面，那我那东坡雁定会转让给你。一言为定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冯小七说到做到。慢一点。我那个傻老弟的事情你怎么说呀？傻酒啊？他人在哪儿呢？我这傻老弟啊，他整天不是大便就是小便。要想把他给甩掉啊，那得他自愿离开。
哎呀，拜托啦！他如果自己自愿走掉的话，我干嘛要那么辛辛苦苦把他甩掉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让他自愿离开你。我问你，傻九他为什么老跟着你？要我照顾他？对呀，他之所以跟着你，是因为觉得有了依靠。要是连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你想想，他还会跟着你吗？来看看干货吧，来看看吧，上好的干货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的猫去哪儿了？桌底下没有。喵。床底下也没有。喵。哎呀，怎么啦？房梁上也没有。梁上没有，你叫什么呀？秋香姐，唐公子求见。唐公子，他来干什么？说是给您送猫来了。猫怎么会到他那儿？好。哎呀，秋香姐，阿黄，我想死你了！没事，不要乱跑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外边有多乱呢，丢了怎么办呢？就是走吧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哎，秋香姐，秋香姐，这猫啊是我给你送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光顾着跟猫说话，都忘记你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谢唐公子。哎，秋香姐，我还给你带了一盒松子糖，请笑纳。唐公子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帮我把猫送回来，应该我送你才对呀。哎，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啊，收下。如果唐公子不介意的话，进来喝盏茶吧。好啊，走。小九，小七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正好我也有话对你说。你跟我要大难临头了。什么？我赌钱借了高利贷，他们等一下就要来取我性命。我不想连累你，你还是走吧。走啊！快走！怎么会有人命啊？哎，你就别管，反正你走就对了。我不能走，你是我哥，我走了，我还是人吗？哎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还是走吧。小七，人呢？他抓起来了，赶紧走啊！走啊，快点，走啊！大哥哥，你宽限几日好吗？我会挣钱帮小七哥还债的。什么时候还呢？多宽限几日好吗？谢谢你，我会还钱的，一定会还上的，好吗？七哥，你干什么？我要自行了断，留个全尸。你不要理我，让我死！你快走！七哥，七哥，你走开，别过来！下来！不要死！不对，走开呀！七哥，你不要死！小七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？我会挣很多钱帮你还账的。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让你这么报我？请。唐公子，有空常来玩啊！一定一定。那我就不送了，公子告辞。哎，秋香姐，在下看最近沧浪亭的荷花开得十分可人，不知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去欣赏呢？最近秋香比较忙，要不公子还是约别人吧。哦，这样。我有时间。哦，那太好了。既然16姐那么有时间的话，那就抽个功夫，自己去吧。告辞告辞。唐公子，哼。
姐弟，吓死我了，祝兄，成功了吧你？什么成功啊？你描绘秋香，这已经成功了1次了。别忘了10次以后，那东伯爷可就是我的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口说无凭。来，签字画押，按个手印吧。慢走啊。公子，公子啊，您怎么最近总用鲜鱼鸡肝喂猫啊？要不然他怎么天天跑我这儿来呀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哎呀，原来这就是祝公子给您出的锦囊妙计呀！高啊！唐公子，哎，秋香姐，我又把猫送回来了。谢谢你啊！你可算是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这么说，你是盼着我来吗？有件事儿我想请教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在这说不方便，要不然我们进去说吧。啊，请。请。哎。